这两天蒙古包风太大了，天天都是8、9级风，赶紧给它挂点东西压上来，不然它来回老晃。你们看，这都动弹，以前都不漏风，现在好像就有点进风了。这是前2天买的新草，这点草特别好，我都吃了2把。我把料都摆好了，等会儿把门一开，他们都过来了。今天是元宵节，我看日历才知道。让它醒一会儿。这是奶豆腐，做个奶豆腐馅儿的。我好像没洗手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这是奶皮子，再做个奶皮子馅儿的。元宵其实是滚出来的，我嫌麻烦，包汤圆吧。那边是奶豆腐馅的，这边是奶皮子馅的，我爱吃奶皮子馅的。闻到奶香味儿了。非常成功。这是奶皮子的，这奶豆腐的，奶香奶香的。等会儿还有煮点手把肉，应该更好吃。